前，后来乡亲啊继续来看这个公家机关编预算的采购的标案，这个金额拢袂细，但是所买的器材设备敢有好好来运用咧。这警政署的保育总队去年6月用反恐怖攻击的名义，编将近2000万来买全国第一台轮型风弹的装甲车。也毋过，知情的人士就来透露讲，这1年外来，这个装甲车的功能只有表演甲拍影片，真正出勤竟然是无半解。保育总队今年阁要开1800万来买这个公入插曲的突击推车，安尼就引发着质疑咯。保育总队是来发声明，讲这个维安执勤的任务本来就较特殊，所以有特殊用途的驾驶，就要先准备好势，安尼到时阵就免惊失手咯。规台车拢是用1公分到4公分高的钢棒，会使当机关枪。你若就算刮风，嘛会使继续驶。车头有倒破门的装置，轮式的风弹装甲车有18般的武艺。经验署开将近2000万去买，和这个编制伫保育总队的国家级反恐应变部队提升功力，特别拍几啊支的影片，展现台湾的反恐武器。只是讲为去年6月正式启用了后，这冬外来拢毋捌真正出过任务。到了1年多了，只有表演而已啊，没有出过勤啊。最近台湾枪支量那么多，怎么会没机会使用？还不是长官怕开出去公外。保育总队教育署有写讲，维安特勤队前2年的治安案件，枪炮、毒品、诈欺甲组织暴力，总共99件，装甲车无用武之地，要要干那保养甲维修、修缮报价，15年要370万。6月份开1700万新买突击推车，底盘甲推架保养维修15年嘛要250万。而且这2台车为第4年开始，都要另外编维修甲保养费用，才有维持正常的运作。算预算的时候就提过好几次使用次数的问题啊，结果现在还是挂零啊。现在又多一台机车，会不会又只是摆在那边？不就跟公安部一样，很贵的东西只能看不能用。保育总队发声明表示讲，维安特勤的任务特殊，嘛较危险。特殊用途的车辆是避而不用，是讲新娘见手不见尾，应开人民的纳税钱超过4000万。演练的时才出现，这恐惊有检讨的必要。